Hello， 咁多位街坊，大家早晨。嚟到我哋星晨君悦灣 Andy 舊年做 YouTube 嘅第一個盤啊，當時係西區第一個跳水驚爆成個市場嘅一個盤嚟嘅，當時係講到6500蚊。我記得當時成個西區市場仲係最平嘅都要去到8000幾嘅啊。咁啊，星晨君悦灣一聲驚雷，入市砰一聲即刻爆晒啊！咁啊，真係震到隔離嘅嗰啲盤咧，都已經內焦外脆嘅。當時嗰個價位啊，事隔1年幾啦，1年幾我哋再過翻嚟睇睇星晨君悦灣喺過去嘅1年裏面嚇，呢個星晨君悦灣可以咁講係作為西區嘅一個價格標杆盤啊，西區嘅一個價格標杆盤啊。有好多香港啲 fans 咧都過咗嚟呢邊揀樓。目前嚟講，成個星晨君悦灣有大概70%係啲港澳業主，70%喎，幾高喎呢個頻率。點解？係其實因為呢個區位目前你睇起身就好似有少少偏，但實際上佢嘅交通好便利嘅。好似由我哋君悦灣呢一邊過去而家最新開嘅山姆店，5分鐘車程㗎咋。5分鐘車程可以去到㗎啦，OK， 簡單同大家介紹一下個沙盤。咁啊，呢個2棟咧，咁啊舊年開嘅，當時就大概係賣到6000零蚊、6500蚊啊，驚雷價出市一出個市場嘅話真係備受注目。然之後呢一個已經收樓啦，3月份今年嘅3月份收樓，過到嚟就賣3棟，3棟嘅時候就係由6000幾變成7000幾啦。個價其實係一路喺度升緊嘅，亦賣晒㗎啦。而家剩低兩間剩低2間頂樓嘅喺度再過到嚟呢個就已經係去到7000零蚊啦。而家賣緊4棟5棟，全部屬於大戶型嘅。咁啊，佢嘅價位咧就已經去到7字蚊啦，去到成8字頭㗎啦，接近整體嚟講，星晨君悦灣嘅價格咧，大家可以睇到係一個曲線一路向上飆緊嘅。咁佢成個盤咧有280幾畝。整體有10零棟嘅一個高層住宅，同埋我哋而家現場見到施工緊嘅呢啲別墅秩序現場施工緊嘅就係住宅加別墅呢兩個產品，280幾畝喺城區嚟講都係屬於一個大盤。當然你可以講呢個叫泛城區，因為呢度都唔屬於真正嘅西區，係去到邊度已經係再過少少㗎啦，沙朗片區啦準確啲講係去到沙朗片區，但係所有嘅生活配套都係屬於西區市區嘅一個生活配套嚟嘅。成個盤280幾畝，未來我預估佢大概有1000戶左右嘅一個叫做客戶喺度住，容積率係去到2.5，亦係屬於一個低容積率嘅一個樓盤嚟嘅。咁啊有200零嘅畝嘅地喺中山嘅主城區樓盤嚟講，已經係屬於一個大盤㗎啦。所以佢嘅生活嘅配套，我相信未來會越嚟越完善啦。因為隔離黐住咗我哋嘅星晨花園嗰啲乜鬼都齊晒㗎啦。而家賣緊嘅5棟188方，轉頭跟住我哋嘅鏡頭一齊去睇睇5棟嘅188方。當然5棟188唔係重點，重點係要睇咩呢？過嚟呢個位188真係太大嘅，我覺得大家翻嚟住有啲嘥。重點嘅要睇呢一度，呢度呢係一棟最新消息會喺10月份開售，咁佢嘅面積段嘅話係會去到90零個方同埋100個方左右嘅。10月份10月份就已經準備開售啦。如果係對星晨君悦灣有興趣嘅 fans 咧，記得 follow 我哋聯繫翻我哋，方便我哋第一時間有呢個資訊嘅時候可以單獨聯繫你。咁啊，當年呢度一開售嘅時候搶到爆。唔知呢一個出翻嚟嘅時候會唔會有驚喜呢？有驚喜你一定要 follow 我哋嗰下先可以第一時間收到。OK， 跟住我哋鏡頭一齊去睇下樓。
一梯一戶先係大平層嘅標配。嚟到呢度兩部 lift 啊，就得2戶人嘅啫。咁啊，188個方做嘅單位唔多，4房2廳2衛嘅啫嚇，先做咗個4間房。跟住我哋過嚟睇睇上海子母門啊，大宅標配咯嗱，然之後睇翻呢度成套單位俾我嘅感覺係咩呢？成套單位俾我嘅感覺就係大。你睇老人房米半嘅床，3邊仲可以喺裏邊跳騰騰轉菊花園啊！仲得人驚嘅係呢個洗手間，哇！9.5個方成10個方嘅洗手間，係叫做咩？全贈送嘅洗手間。咁呢個188方咧，佢贈送嘅面積其實都唔少啊！嚇，俾我感覺係一入到嚟就係房大，每一間房都超級大。當然個露台都好大，你睇呢個露台可以擺個幾多個台啊？呢張台可以放8人長台擺喺呢度。8人長台送咗成6個幾方俾你，6個幾方啊！Andy 呢啲中意大露台嘅人咧，一睇到呢啲單位咧，真係有啲標同噶啦。咁呢度規矩啦，呢個廚房就雙門雪櫃位啊，呢啲都擺晒喺度，可以放翻啲超大型嘅豪華雪櫃。呢個廳就適合放100寸嘅大電視啦。呢啲就先係放100寸大電視嘅廳，唔係講笑。雙露台，咁佢係南北對流嘅一個戶型嚟㗎，好標準嘅嚇。南北對流戶型，對翻對面，以後係冇遮擋嘅。點解啊？前面我哋鏡頭所見嘅呢一排嘅建築物，全部係別墅，所以喺呢度，如果你係揀7樓以上嘅話咧，就基本上叫視野無阻擋，完全唔需要擔心以後嘅景觀問題。景觀係數係100%嘅嚇，100分嚇景觀係數，冇遮擋，完全冇擔心。咁後邊就冇講啦，後邊其實都冇遮擋嘅。點解咁講呢？後邊呢度啊，你所見到嘅呢啲田啊，呢啲塘啊，係全部唔會再起樓噶啦，全部冇得起樓㗎呢啲塘係喺政府嘅農業用地紅線範圍以內嘅，呢啲係完全唔需要擔心。所以佢呢一個188方嘅大戶型呢，我覺得佢除咗一個房大啦，仲有一個景觀係數係非常之靚仔嘅。過嚟睇翻呢一個，呢一間最細啦，做過工作室啦，連個飄窗位都用埋，夾硬湊到個咁大嘅空間出嚟，做工作室比較適合。洗手間呢啲先係標準嘅大宅嘅洗手間啊嘛。洗手間呢度送1方幾喺度，幾多個套房啊？雙套房設計。哇！呢個廁所又係大，呢個廁所有成8個幾方。套房裏面全部都係裝晒浴缸位㗎，188方，即係去到差唔多2000尺嘅大單位喎。呢個主人房，你齋睇到呢個床坪，你就已經知道真係好大咯，真係好大咯！你睇行過嚟都要騰騰住行多幾步先可以行晒自己嘅一個主人套房冇乜好講嘅。188方，3.15米高嘅樓底，所以你睇到呢度個空間梗係非常之唔錯嘅。咁3.15米嘅樓底喺目前嘅市場上嚟講咧，係比較少呢啲單位嘅嚇。咁最後呢一個，我哋睇翻書房啦。真係擺埋筆擺埋個放大鏡喺度。書房標準位，啲書房都好大，大宅嘅好處全部都係大咁目前嚟講，佢呢邊嘅價位呢邊嘅價位 ，Andy 簡單講下，大概就係8000蚊左右，8000蚊左右可以去到買呢啲188方西區嚟講，目前應該算係最大嘅一個面積段嘅一個單位㗎啦。OK，今日分享就到呢度，都係嗰句啦，樓我幫你睇得唔得？你話事，覺得 OK 嘅，揾下 Andy 一齊上嚟飲下茶、吹下水、睇下樓。